馆的新路出场，专运会开幕表演三部曲，以欢迎日声为设计概念，结合科技导演技术、高空以及马戏特技，以国际大秀的规格打造歌声剧场。引燃胜利之火！上届16冬，台南再度举办全国运动赛事，市府抱着办喜事的心情来欢迎全台的运动选手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陈建仁暂停南下参与这场盛会。我们在这一次的全运会将13处竞赛场馆全面的来升级。另外，在体育预算的编列也是逐年提高，明年整体的体育经费预计将是2016年时的2倍。我在这里衷心的期盼每一位选手都能够继续努力，我感佩每位选手的毅力和坚持，你们每一位都是台湾之光。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共同来感受台南400年的人文能量，并以圣火作为祝福的印记，以古老的文化内涵延续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力。开幕典礼除了剧场式的表演，也请来人气歌手魏如云、姑姑李思维、李玉玺等人到场演唱。为期6天的全运会，在台南各地正式开赛，要让人感受到台南的热情甲活力，同时也为台南400冬掠开序幕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